3900蚊全包，租到獨立廁所，仲有熱水爐，呢個 CP 就簡直香爆啊！Hello， 我係裕隆地產 Sandy， 今日帶大家開箱葵涌美華工業大廈，一嚟就見到專屬嘅獨立信箱，而且走廊冷氣充足又乾淨，仲有24小時 CCTV， 安全舒適。即刻睇第一個建築372尺嘅房型啦，空間感超級好，牆身電掣位好齊，仲預留咗位俾你做 pantry， 配埋分體冷氣機，工作勁超啊！再睇下呢排大窗，高層景觀超開揚，窗簾都幫你裝埋。最癲嘅係獨立洗手間，入邊有齊抽氣扇同埋熱水爐，門口仲配備 panel 控制開大門，簡直係天花板級數嘅配置啊！睇埋第二間，呢間就建築350尺，一樣預留咗後位俾你做 pantry， 冷氣電掣，獨立洗手間一應俱全，layout勁實用啊！如果想再平啲，呢個建築193尺嘅房型雖然冇窗，但四四正正好易擺位，冷氣電掣一樣有齊，後邊仲有個淋浴間，而且獨立洗手間就喺外面，配套一樣非常有料到。呢個全新裝修嘅工作室最平只係3900蚊起，係咪超吸引先？想親自揀個創業工作室就快啲聯絡我哋睇樓啦！拜拜。